来看位伫新北市土城的司法刑区区段定修，今仔早起举办动土典礼哦。内政部是表示讲，按算115年底会当完工，园区嘛规划1公顷外的社会主体用地。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是表示讲哦，这原本是台北看守所来进行活化，未来以多功能的园区来做规划。 土城司法园区区段定修早起举办动土典礼，内政部利用原本土城短业库古迹进行土地活化，按算115年底开发完成了后，应提供司法甲矫正机关刷走所需要厅舍、去金城交流道的用地，佮规划1.1公顷的社会主体用地。司法机关来做这个整合的一个规划跟使用，新城交流道。 能够顺利的来整体规划，这个是一个创造3赢的计划。国土署来主办，那我想对于整合整个都计到区征的作业非常一贯，希望4年完工。整体开发面积差不多65公顷，总开发经费122亿。议员表示，对司法园区计划协定乐观其成，也建议台北看守所等地刷走了后，原址应做绿地规划。土城看守所移到这个新的司法园区之后，我们把原本的这一边看是不是可以结合社会住宅，然后再有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的概念，让我们这边呢成为一个土城区的一个肺。土城清水地区进出国道3号，最多也可以减少15分钟的车程，而施工以及完工期间，周边的地区的拥塞，我也希望市府能够做好。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，台北看守所原地复活，地方民意希望应满足停车、公园、艺文展览、运动等多功能需求。未来会朝向多功能园区规划，增加都市绿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